台南市去年在登革热大流行的期间，那天沟的阻塞导致有这个孑孓滋生，一直是我们这个在防治上的一个难题哈。那为了要能够让我们各个邻里的志工队，他们在巡视我们社区的时候，可以呢及早的来发现天沟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个是推动了这个天沟月，我们集中精力在我们这个雨汛来之前，梅雨季来之前，我们可以先做好我们天沟的一个巡查。我3支讲切路断了，3支螺丝锁锁的，电线白白的，才行才搁甲锁好开。这较爱偌久的时间，1点钟内底就做会开，但是是伫咧想的过程中，互我足困扰。我想就想5天，我想过足侪种的材料。好，我们把镜子调好之后，你看这个放下去，它是不是开始投药？安尼是不是开始投的？右看一关呢，对不对？用了导游在赖的群组上面做公告。那再者就是跟我的所有里民去做提醒，关于屋后沟的部分，再次跟大家报告，公部门是不能够用公资源来帮你清理屋后沟，必须要透过大家整条巷弄大家来集资，一起出钱来整治屋后沟。为了左邻右舍，为了家人的健康，大家一起来做。尤其像前几天有下雨的情况下，马路上面有积水的容器都在那边，必须要整理起来，雇工来整理环境。那制作天沟棒，让我们的志工或者我们甚至我们雇请的工人来投放力剂，消除登革热病媒蚊。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去年的经验，还有包括以往的经验，在登革热防治上，天沟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滋生源的来源。天沟清了又清，蚊子来了又来，孑孓生了又生。其实天沟也是南部，尤其在台南建筑的一个特色。这个问题也是不是间接造成了台南市登革热案例居高不下，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事实上，天沟每次都常常检查出来有孑孓，还有病媒蚊滋生，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呢，我们今年算是提早来对于这个部分来加强。一方面鼓励民众不要再设天沟了，既有的天沟可不可以来加以改善？能够让它变既有排水的功能，又可以不要滋生蚊虫。这就是我们今年特别拨出经费来做社区宣导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年从天沟开始，当然也从其他的部分同时并进。今年坦白讲，在开年开始，其他国家都出现不好的征兆的现在，希望在台南不要再发生登革热，希望能够成功。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8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定期会上午由民政教育部门进行业务报告甲质询，其中台南市配合建城400所发行的台南400主题市民卡一卡通，因为原先限量2000张，真紧被抢卖了，所以议员嘛关心后续开放是毋是拢买得到。议员郭凤仪针对台南市配合建城400档发行市民主题一卡通，因为原先限量只有2000张，一开卖无到2点钟就被抢完，因此询问民政局后续的处理。对此，民政局回应有搁再开放民众来登记，不过嘛有议员批评政府做代志爱规划好，唔通一开始限量，后来起来开放。买不到，订不到。那个追加无？要加码无？有啊，这就是4月17到顶过4月17到4月30吼，都有迄个区公所有登记，拢总有4000几个个登记。如果哪个不够咧？无啦，因去登记吼，就是开放的啦。开放的吼，开放是在人去登记。所以你那段时间是在玩一玩之后，大家因为实际上一阵就讲，当然是议员有提议讲那个台南400是不是发个市民卡？不过这是拢伊卡通公司伊有算的成本，伊惊做起来，
惊无人用啦，所以阵早设定讲限量迄个量，啊尾早讲遮侪人使用，所以阮搁增加伊区公所，互伊会当去认购啦。若要做一道，互大家拢买会到，互我嘛感觉安尼好。啊，但是你唔好头前有迄个限量抢购的风潮，造成大家反而民怨更多啦，好不？感谢。这是一个美意，但不要造成。对了，我来改进啦，系。另外，有关北区百花街一夜施工中的大楼建案，因为造成周边透天厝明显来起气。虽然责任无伫个区公所，不过议员组织会嘛肯定区长的作为，伫个第一时间来关心处理。区长表示，目前案地的总共有5户14个人，除了1户甲建商达成共识，愿意来搬迁，其他还搁咧协调，而且嘛有住户伫个顶礼拜甲地检署来控告建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第16任总统、副总统就职筹备会，伫台南安平福尔摩沙游艇酒店公布各样的菜色。以好料台湾、有料台湾为主题，总共有8道主菜，每一道菜拢展现出台湾5大族群的风味，而且背后也拢有特别的含义，要让世界看见台湾。正副总统就职典礼将伫5月20日登场，这摆就职国宴嘛首次离开台北，选定台南的福尔摩沙游艇酒店举办，将设开70几道。该饭店嘛是赖清德担任台市长任内签约的 BOT 案。伫国宴菜色也未正式公布进前，就先互媒体翕好翕满，包括卤味、菜脯鸡汤、黑莲饭，也有珍珠奶茶，拢将捧上国宴的餐桌。高兴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让台湾各地的美食以及厨艺巧手，能够在福尔摩沙酒店呈现出来，让所有的好朋友能够了解台湾文化的深邃，以及了解我们台湾美食的精粹，也更能够体会大师的用心。3号除了公布国宴的菜色，背后负责的国宴国家队以及阵容坚强的饮食顾问团，嘛以小解互大家知影，对因来讲如何结合台湾饮食文化甲现代料理的手法，互国际认识台湾料理的风貌，压力一定做大。是很紧急的状况之下，所以大家都是卯尽了全力，所以我们的菜单是在不到2天，就是36个小时之内，我们就是创造出来。那这个创造并不只是写菜很容易找菜你要凑足一道一桌很容易，但是主要就是说我们是有故事的，我们要讲台湾的身世，要讲台湾的历史，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了。黄金组合请了呢这个美食家2位美食家，还有呢这个蔡师傅、郭师傅、米其林的师傅来共同再开立第3次的菜单，形成今天呢的一个国宴的一个菜色，相当的用心。福尔摩沙游艇酒店这摆为了办好国宴，19号甲20号的大房全部取消。会中准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嘛全程出席，相当满意国宴的安排，却相当低调。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台湾甲纽西兰4月9号签署台湾蔬果输出的计划，正式为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纽西兰弄开大门。其中8号台南金泉旺来的抢头香，进军纽西兰。第一批出口250箱，1.25吨，预计10号就空运到当地超商，而且一粒台湾旺来会当卖到将近新台币500块。4月中，台南旺来大约5.8吨的订单拄销往新加坡。5月8号，一批1.2吨旺来嘛要用空运销往纽西兰，成为全台湾农业进军纽西兰国际市场的头一个。市场委托嘛亲自到码头外销包装场，关心整个作业过程，确保每一粒旺来拢符合出口标准。我们在包装上也接轨国际，在标示上以及在运输上也很多这个关卡要克服，所以非常感谢国际司
农业部国际司，也感谢我们农粮署能够协助，让这个通路能够顺畅。那这个通路第一波这个通路顺畅，市场打开之后，我们的专攻纽西兰的中高价位的市场，就靠的是品质取胜，所以我们的品质是供专攻纽西兰的中高端的市场。因此，我想这部分市场的区隔清楚了，我们台湾赴美外销就有更多的空间。因为台湾往来进口纽西兰嘛是全台湾拍头阵，连中央农政单位拢在试验阶段，需要配合严格筛选加检验阶段。我们就是要从产地生产符合目标市场的一个果品，包含安全用料，包含相关的一个品质规范，到我们现地的像我们金子恒公司的这个包装厂，我们要符合相关的一个检疫规定，品质安全都要符合之后，我们才能够出口。所以果品的出口、鲜果的出口确实着实不容易。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一直努力，把相关的一个作业把它做到定位。台湾农产在国际市场持续累积好的口碑，为了提升农业竞争力，嘛鼓励更较侪农民投入生产优质的农作物，以后拢无后顾之忧，会当成功拼外销。台湾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林德区农会配合举办在地小农市集，这已经是迈入第3档。为在地小农甲消费者建立一个会当互相信任的平台，除了互消费者食到无毒新鲜的在地蔬果以外，嘛帮助青农甲小农掌握家己的通路，增加收入。另外，现场嘛往来果酱制作甲义卖，非常热烈。伫社区妈妈热情的舞蹈当中，由林德区农会举办的小农市集热烈登场。当中有产销班在地青农各行顶单位，拢展售无毒新鲜的在地蔬果。就互咱这消费者甲咱这农民大家互相交流来食到因所在的有机蔬菜互因当食了安心较健康市集的地产地销模式，减少拖卡业的同时，嘛帮助青农以及在地小农掌握家己的通路，增加收入。带动林德农村生机较活力，现场除了市集，还有家境妈妈教大家煮往来果酱，简单搁方便，也可以当摕来做甜点和饮料。一份凤梨加0.5的糖，然后去加1颗柠檬，然后下去熬煮到它的水分收干，然后果粒变透明，就可以起锅了。林德国小的学生嘛伫边仔义卖。而且把所得的3000块全部捐予家扶中心。林德区农会表示，伫5月底和6月，还有2场市集活动，11月还有大型公益义卖，欢迎民众来参观采购。台湾新闻出发采访报道。中华民国外交协会台南市会响应台南400，特别邀请蒙古国乌兰巴托姊妹会来台进行为期1礼拜访问。除了参观在地企业以外，也特别拜会市政府，期盼以后有更加多交流。同时，嘛为这贵宾举办一场盛大餐会。国际国民外交协会蒙古国乌兰巴托分会台南行第7天暗时啊，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盛大举行欢送宴会。现场气氛相当热烈。蒙古乌兰巴托分会甲台南市会有着21档的交情，这摆因为台南400期宴前来台湾参访，除了拜会市长恩伟体，嘛伫市区坐上站巴士观光旅游，感受文化古典的魅力。伫守庙天坛参拜时阵。健康总统蔡英文非常留念。Тайнанд би одоо 11 дэх удаага ирж байна. Тэгээд сэтгэл бол маш өндөр байна. Яагаад гэх юм бол бид нар одоо өөрсдийн эгч дүүгийн одоо харилцаатай ийм сайхан дотны анд нөхдөдөө айлчилж байна. Мөн танил дотн олсон Тайнан хот Тайваны амттай сайхан хоол энэ бүгдийг бид нар одоо энэ хугацаанд мэдэрч одоо маш өндөр
스티키대 버츠크제나。途中我们在行经各地方的时候，我们也有跟乌兰巴托介绍了台南当地的一些特色跟一些名产。那当地的我们台南的人也非常的热情，也希望一直说有机会可以去蒙古一游。为期7天的参访，让这群外国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嘛替台湾做了成功的国民外交。外交部分家南办事处和美国在台协会，拢予台南市会上大肯定。用这种方式开启台湾跟蒙古关系的一个新的一页，事实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给予相当的祝福。看到台湾的朋友，对我们的蒙古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可以交流。我也知道 PTPI 也经常邀请很多的外国的朋友来参加，所以我AIT 很期待未来可以经常参加PTPI 的活动。不过在参访第2天的时阵，有发生意外，就是有姊妹会会员因为心肌梗塞过身，伊所在来画作由会员全部入买，共有100价值3000块美金的画作，送予外交协会台南市会做纪念。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护理系113年加冠典礼，伫8号下晡举行，总共有231位男女的学生，伫署长的祝福甲见证之下，选择成为南丁格尔团员，而且伫加冠以后，也进行点击团更的仪式。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护理系加冠典礼于学校演艺厅举行，包括五专3年级与4技2年级学生总共231位。女护生接受老师佩戴护士帽，男护生则由老师来别名牌。校长孙一鸣期勉学生发挥在校所学的护理技能，让各界看到华医学生的优秀与实力。今天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护理系的一个学生加冠典礼。也就是在加完冠之后，他们就要正式带着学校所教的知识跟技能，实际到医院去做实习，去学习现场的一些经验。那我们总共今年有231位学生要开始进入实习。那我在这里呢，也要跟各位医疗院所的主管报告，我们中华医大的护理系学生真的非常棒。那在国考执照的部分，常常一般都是比全国还要高，甚至于我们也有状元，甚至于在10名以内的学生常常有。那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医疗院所的主管好好的照顾我们学生。那我也期勉我们的学生好好学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不耻的下问，然后能够去学到你要的职场现场的一个情形。那如果有其他的问题，也不要忘了母校永远是你的后盾，你可以回来跟你的老师再做请教。今年的加冠生，其中一名顶着白发57岁进修部学生叶俊生特别显眼。虽然50岁从公务机关退休，过去学的是机械，但因为自己对健康促进等知识一直有兴趣，才在2年前报考华医护理系的进修部。当然很辛苦，而且因为完全不同的领域，我原本是念机械科的，所以完全不同的领域，医学系的东西确实不好念，所以念得有点辛苦，但是也乐在其中。其实我来念这个不是为了工作，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是希望说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其实在另外一方面我来讲，其实我也很希望说能够让这些年轻学子，讲这样是有点不太客气，就是说给他们一个榜样，连阿伯都可以功课念到这个样子。其实我的功课在班上算是还不错的，对，所以也希望说给这些年轻学子，有一个榜样啊，然后把握他们现在的时间，可以好好的用心念书。在加冠典礼过后，校方也由护理系主任蔡富绵在南丁格尔的肖像前点烛引光，再交由20位协助加冠的护理老师，以接力的方式逐一点燃学生手中的蜡烛，象征南丁格尔的精神生生不息。记者林根台南报道。
高雄市立图书馆表示，在过去一冬，高雄市平均借册册数创下历史的新高，看册已经变成高雄人的新潮流，摆脱过去的文化沙漠的称号。而且在个借册热门排行榜当中，上榜的还有性别议题册，甲其他的县市有真大的差别，呈现出高雄人对进步议题重视。你今天看书了吗？根据最新的2023年分析报告指出，高雄市再度蝉联阅读力表现绩优城市。回到图书馆借阅书籍的每人平均借阅数量也从5.94册提升为6.49册，展现出高雄人爱看书的文化氛围。在这次国家图书馆所举办的112年县市阅读力表现绩优城市呢，我们高雄是位居在前段班，不管是在人均涌书的册数，还是人均的借阅册数，那甚至在人均的到馆次数，还有民政的持证比例呢，都有在名次里头。高雄市立图书馆也指出，高雄会有这样的傲人成绩，绝对不是只有图书馆或政府推动才能做到，民间企业的支持与民众的阅读习惯也相当重要。因此，高雄早已挥别过去常被冠上的文化沙漠称号。高雄呢，其实已经不是大家认知上的文化沙漠，我们其实借由图书馆办的各项推广的活动啊，还有办的各种主题书展，都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的接触到书。而高雄人都看什么书呢？高雄市立图书馆说，高雄人和其他县市的人一样，最爱看文学类作品，但高雄人的热门排行榜中，与性别相关的书籍也登上排行榜，与外县市的口味不同，展现高雄市民对性别议题的重视。第二性这本书，它就是像黑马一样窜出来，那这是之前比较不会有的状况。那我们一般最常见的都是，比如说像文学类的书籍啊，或心理类的书籍啊，这些会比较受到民众的青睐。性别议题的书籍居然入榜了，然后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跟国际的潮流有一致化这样子。高雄市立图书馆也将在未来继续推动各种阅读推广以及讲座活动，更深化民众的阅读习惯，期待能创造属于高雄的崭新阅读风气。记者朱敬伟、周福庆高雄报道。新北市首创用红地所谓性别暴力作为主题性平教育所谓教材，现主时开放给全国高中、甲国中小20万的师生来使用，要来提升儿童少年自我保护的能力，而且爱知影，无论是翕、散播，或者是持有儿童少年的性影像，拢是违法的。新北市教育局携手 PAGEMO 办理112年度新北市性别平等教育日系列活动开跑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开跑。性别平等教育数位素材、数位性别友善总部守卫战，总共5波任务与公开题库，内容涵盖性别平等教育各议题，结合数位人权的概念。台大电机系教授暨 PAGEMO 创办人叶秉成表示，性别平等一直是社会各层面相当重要的议题。如今数位科技发达，各个年龄层都有可能透过网络与他人互动，如何杜绝网络性暴力，并进一步建立性别友善的网络社群，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和学习的课题。游戏化它有个好处，就是说让孩子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就是有这个自发的动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也比较容易内化。那我们这一次跟新北市合作做这个数位性别这个友善的这个教育这件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想这个有2个面向，一方面是现在网络上这个诈骗，不管是欺诈这个大家这个个人的资讯去做一些不法的这个行为，这种其实也很多所以一方面是怎么样教孩子保护好自己，就是说你什么人家跟你要什么东西，你不能随便给 OK。 那另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也很重要，就是说怎么样让孩子知道说讲什么话其实对别人是种伤害所以一种是保护好自己，另外是让自己不要对别人造成伤害。好，那这个我想这2个面都有顾到的话，我想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网络上，他可以更不用担心，然后我们自己会有个更性别友善的环境。新北市教育局长张美文表示，新北市持续在各领域中融入性别平等教学，整合各项学习资源，提升亲师生性平意识。这次活动期盼透过游戏化、数位化的学习教材，提升学习者的主动学习动机，并且分析各学校各年龄层的参与人次以及答题正确率，作为
性别平等教育政策制定参考。我想我们的下一代他的生活就是一个网络的世界啊，怎么样透过一些他习惯或是有趣的一个挑战，我想跟这一次非常荣幸可以跟 Pagemo 的合作啊，大家一起来设计很多的挑战跟自主学习啊，让孩子在网络世界啊就能够学会防治数位的暴力跟霸凌啊。我们希望说真正能够建构一个数位友善的一个环境啊，当然就是平常要在从小就对于相关的职能要能够非常的熟悉。我想透过我们辅导团的专业的一些职能的一个设计题目，让孩子在游戏闯关中能够学习到数位环境的一个友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教育局表示，新北市政府整合各项资源，推动防治数位性暴力，规划性别平等教育日系列活动，包含教育局创新推出新北新联盟数位星球，只要新北市校务行政系统账号即可登录并自主学习，透过任务培养正确的数位素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够学到防治数位性暴力知识，而且完成学习任务后，更能及时累积点数到亲师生平台。记者根基新北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